中原地產威沙分行嘅 Lily，同大家睇一間有一個307尺平台，等係兩房嘅單位。而家要嚟望一望。客廳業主就係原裝嘅地珠，咁呢度就一般就係放 sofa 嗰邊電視機，或者你中意點樣放都 OK 嘅。咁呢邊咧就有一個餐台。另外呢個門行出去咧有個平台單位啦，可以有一個對流嘅效果。廚房，去廚房行入去睇一睇，跟住睇一睇個睡房。睡房有個窗台嘅，咁如果你話張床點擺咧，你都可以咁樣打洞，咁我用埋個窗台，或者你中意咁樣擺都得。咁出邊都係望緊會所泳池嘅景。咁再睇一睇個洗手間，呢個洗手間咧就係有窗嘅面廁，咁都係原裝發展商嘅裝修啦。咁主人房咧，佢有兩個窗啦，可以對流啦。呢度咧就有一個衣櫃位，咁可以做個衣櫃啦，上頂都得。咁張床咧就可以咁樣擺。咁你話啊，多咗呢個地方，你可以自己整個櫃啦，攞嚟儲物啦，擺啲電話啊，或者係其他嗰啲書啊都得嘅。咁個景咧都係望翻泳池景，向山，呢邊就向東嘅。咁如果有興趣就打俾我啦，拜拜。